夫人，你们都引我下去。是。实在听梁宝言道，伯伯身至前外，不知生的什么病症？是心病。师父就不往外，还要往伯伯是在不管当，是不管当啊！嫂嫂，我们几次才能接你回来？你怎么非常不肯回来呀？这因我侍奉寂寞病体，无法特生。那么亲家母病体好些了没有？托伯伯之福，已好得多了。我说亲家母啊，多亏在上江里娶了你这个小生女儿。是啊，媳妇，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到底是哪里人士？生身父母是谁呀？师父原本信奉是山东李城生士，生身父母不因早年丧亡，恐怕不对你吧？后已见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我们母女。我来问你，那时我送信给哥哥，听听哥哥的意思，我是引动小心，前去谨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哼！这是我们夫妻之间在当中的喜宴，姑娘想到哪里去了？哼！自是马迹难隐藏，十成语句须地啦，须地啦！你应动矛盾，下人你等朝廷清官下人呀，下人呀！懂你们讲什么理？还不与我为王婿？